你好，歡迎返嚟 Cantonese is so easy。我係你嘅老師。今日我哋講一個好有趣、好實用嘅文化主題，係關於廣東話入面人人都會講嘅一句說話：食咗未？你可能聽過有人見面會問食咗未，但係你可能唔明點解人人都問。或者你以為人哋真係問你食咗未，會唔會即刻請你食飯？今日我會一步步解釋呢句說話嘅意思、背景、用法、錯誤回應同埋幾個生活情景示範，等你聽咗可以自然地用同埋聽得明。首先直接講字面意思，食係 eat， 咗係表示過去完成。未係 question particle， 表示未有做，所以字面上食咗未就係問你食咗未食，即係 Have you eaten yet？ 但係廣東話入面呢句通常唔只係問食飯。喺文化層面，為什麼食會代表好多人關心嘅意思？因為喺華人文化，食飯係代表生活嘅基本嘅需要。亦代表有冇食飽，有冇健康，有冇溫飽。當一個人問你食咗未，佢等於用一個非常貼地嘅方法問你：你最近過得點？你有冇好好照顧自己？呢個問法好似英文嘅 How are you？ 或者 How's it going？ 但係佢更貼近生活同埋有溫度。除咗文化背景，仲有語言習慣嘅原因。粵語同廣東地區嘅人平時講嘢好直接、生活化，問候嘅方式通常係用最貼身、最日常嘅詞語，咁先至會令到人覺得真誠。再者，喺過往港澳社會，生活節奏快，問食咗未比問今日點啊更加簡短、更加實用。講完點解，下一步講用法。當有人同你講食咗未，你可以用唔同方式回應，視乎你想表達嘅真實情況。第一種係最直接、真實嘅回應。如果你未食，可以講未啊，仲未食，或者可以講食咗啦。第二種回應係社交式嘅、禮貌式嘅回答，唔需要講太多細節，通常講返係咁啦，你呢？或者唔該關心。呢啲回應係用嚟保持對話同埋表達感謝。仲有視乎場合，有時候食咗未係老人或長輩之間嘅問候，帶有尊敬與關懷。如果你想更禮貌，可以講食咗未啊，加埋一個唔氣字，令語氣更親切。我而家示範幾個生活情景，俾你實際聽下、學下點用。第一個情景，喺街上遇到鄰居 A 見到 B 去講食咗未啊， B 可以答未啊，等陣先食，或者食咗啦，多謝。第二個情景，打電話俾長輩，通電話一開口咪會講喂媽，食咗未啊。呢個時候通常唔係餵食，而係關心家人。長輩還會講食咗啦，放心啦。第三個場景，朋友見面打招呼，有人問食咗未啊，你可以直接接住話題，例如答未啊，想試新開嗰間餐廳，你有冇興趣？咁樣就可以自然主去約食飯，繼續對話。嗱，講咗咁多理論，而家我俾你幾個實際嘅句子同埋扁體，等你可以即刻用到。你可以講食咗未？你食咗未啊？未啊，等陣先食。食咗啦，多謝。係咁啦，你呢？記住，唔一定要逐字逐句咁答，社交場合可以更簡單、更自然。當有人關心你，你可以回應一個短句，對方就會明白同埋感覺到你嘅回應。有啲學習技巧想分享俾你。第一，聽多啲對話，習慣音調同埋語氣。第二，練習用禮貌回應，例如唔該關心。第三，學習場景刻嘅回答，咁你就唔會即刻諗唔到答咩。多做練習，你就會越嚟越自然。最後，我想強調兩樣嘢。
第一，呢句食咗未係一個關心嘅問候，唔一定要當真係叫你去食嘢。第二，如果你用得好，呢句食咗未可以幫助你輕鬆開始對話，拉近關係。試下下次見到朋友就講一句食咗未，你會見到人哋笑住回應。多謝你聽到今日嘅文化小知識。如果你覺得有用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antonese is so easy。亦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經驗，或者你喺自己地方嘅問候方式。我係你嘅老師，下集見，拜拜。